没翅膀也飞起来。得到舞蹈老师的舞步，用欢喜趣味的心情来热身。文南里113年母亲节践行活动，就伫咧4日下晡登场。活动当天，立委陈廷辉、南区区长肖秀华、议员蔡淑慧、林美燕、周丽京，也拢来做伙陪行，提前庆祝母亲节。文南里呢，每一年呢，拢有办迄个践行活动，迄个母亲节前夕吼。甲咱的中秋节拢办践行活动，我想这个母亲节呢，真有意义吼，会当全家有出来运动，出来行呢。因阿公呢，阿公带孙啦吼，某呢带翁，大家出来行，大家足欢喜，所以咱就是共款的拢全面运动。文南里一年一度母亲节健走。活动邀请区公所甲金华派出所现场宣导区里天教力防治以及警察局反毒反诈骗等尽力宣导，以正面又够健康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